面对极端气候的挑战，咱定定会当感受到天气的变化，一冬比一冬，愈来愈互人衫无长。毋是熊熊足寒，就是熊熊足热。风台愈来愈接，一个比一个搁较凶。现代科技总讲是通预测，嘛毋是100%。改变心态，接受这是全球的变化，了解安怎预防灾害，才是路头。咱来看八月即阵，大雨落要1礼拜外，南部真侪所在淹水，造成生活无方便。这是天灾，也是人祸。政府敢有咧注意？咱好通较理性来思考即件代志。会淹水袂淹水，是看落偌济雨，一棍头仔降偌济。有所在雨水通消透无？这通对应起咱的公路设计、水道分布、地方池所在、数量等等实际的工程来思考。这拢着爱挖靠数字，才通说明问题到底有解决也无。毋是干那要开头情绪尔，情绪若过，代志犹原爱解决。咱看气象局即摆落雨的数字报告，就通知影，这毋是一场小小雨尔。目前全世界无一个国家施雨量超过100毫米未淹水的。所以，咱接续要问的是：爱偌久水才会退？是安怎有寡所在治水了，嘛是阁会淹，哪会愈来愈惨？来回顾，咱是安怎咧对待咱这片土地、这个地球的？长期抽地下水，造成土地陷落，这是人人知的代志。总是，咱敢有好好啊看待？西海岸的地层本身就真蓝，摕台南做例，展开古早地图来看，早前的5条港、大港内海、七昆新、岛风内海，即马拢变做土地起楼仔厝。毋过，遮个所在地势低，先天就不良啊。是讲，咱若对家己的土地认捌无够，哪会有较好的预防灾害的法度？甚至一开始就会当避免伫遮做建设的。这毋是干那要挖靠工程的修补就会使得的。咱看荷兰，嘛共款是低地层的国家，因有甲土地兴复溪仔的国家计划，甲土地重新规划，打造一个甲水共生的环境。这敢毋是咱台湾上需要的？目前，台湾伫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排名第7，这代表咱台湾比别国搁较有可能互气候变迁害着，不定会互海水淹陷。这拢是真拄真的数字统计甲观察，互咱袂短少日。若咱还有人定胜天的观念，串用拼经济的思维来看待气候变迁。独独讲爱政府救灾，事后赔偿也是会实的。敢有影通为源头解决问题？敢讲爱等到灾厄袂得受伤的迄天，才咧后悔？那安尼，咱所爱先面对的，恐惊是家己的无知。